后来继续来看云林县小天才发展协会创立到今10年了，照顾100外个身心障碍的儿童。为着要让这个囡仔增加自信、走入人群，协会每2年拢会办一届才艺竞赛，让囡仔有就台表演的机会，包括唱歌、跳舞、甲乐器等等。啊，讲只要敢就台来展现家己，大家拢是第1名。云林县小天才发展协会除了提供予身心障碍学生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更加是会教因各种无同款的才艺。这摆才艺比赛中，家长也确实看到囡仔成长，除了感谢协会帮助，更加是充满感动。小朋友很开心，也练习了很久。今天终于可以上台表演。要站上舞台会不会紧张？还好。有没有很想上去唱跟大家分享？有。为了鼓励所有学生增加自信心，并且加入社会，协会每2冬拢会办一摆才艺比赛。不管是什么款的演出，只要敢徛上舞台，这就是上大的勇气。每个孩子都是第1名，绝无仅有的，不论他是参加哪个类别都没有关系。身心障碍的人虽然讲学的速度有较慢，不过大家拢愿意付出更加多时间。每一个囡仔拢有真正的才艺，唱歌、跳舞、乐器等等，大家嘛真享受这摆的演出。我们一定要办下去，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社会大众看到，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只要透过合适的培养、训练跟长期的支持鼓励，他们其实也都可以发挥得很好。透过每2年办一摆才艺比赛，除了看到大家平时学习的成果，更加是培养自信心以及大家愿意挑战的勇气。好，来继续。